置業大灣區睇樓揾香山好房，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山好房嘅 Kevin。咁現時我哋嘅時間係3月28號上晝將近9點鐘。咁我哋依家目前嘅位置咧係會中山三鄉嘅文化廣場。咁有睇到非常之多人啊！咁今日嘅話咧，文化廣場咧就人山人海，齊聚咗中山嘅街坊同埋嚟自香港、澳門、深圳、珠海等地嘅徒步愛好者。係啦，咁今日嘅話咧係中山三鄉呢一個萬人徒步嘅大型活動現場。咁今期視頻嘅話咧 ，Kevin 都同大家分享下依家三鄉嘅呢個大型活動。咁依家睇到啦，現場非常之熱鬧。咁呢個活動話咧，佢嘅出發地點咧就係中山三鄉，會途經五桂山，咁然之後會抵達呢個中山南朗嘅隘口村。咁全長嘅話咧會有30公里。咁出發地咧就係三鄉文化廣場，咁會途經三鄉嘅景觀大道啦、雍默村啦、中山溫泉啦，以及嘅話咧呢一個三鄉嘅新建嘅三甲醫院啦、御龍山片區，同埋五桂山嘅翠山公路，以及南朗嘅中山影視城，同埋孫中山故居，以及嘅話咧抵達南朗嘅呢個隘口村嘅。係啦，咁一齊去感受下我哋現場嘅氛圍先。係啦，咁而家話咧就啱好咧就正式開始咗呢個萬人徒步嘅一個現場啦。咁而家我哋正式喺呢個三鄉嘅文化廣場出發。咁我哋依家跟住鏡頭一齊去感受下大家嘅呢個活動啦。跟住鏡頭一齊睇睇。係啦，咁而家話咧徒步活動咧就正式開始啦。咁係作為喺三鄉長期定居嘅 Kevin，都想借住呢一次嘅活動，跟住呢一次萬人徒步嘅路線，途經三鄉嘅一個路線嘅話咧，同大家去分享下，好好地咁去分享下三鄉。一路以嚟，三鄉人哋稱之為小香港，特別係禮拜6日，隨街可見都係香港車。依家港車北上越嚟越方便，咁係好多香港街坊都定居咗喺三鄉。咁依家目前嘅話咧，喺三鄉常住嘅香港街坊係高達3萬人嘅。咁呢度咧就唔似一個城市，咁呢度更加似一個擁有退休度假、慢生活、慢節奏嘅一個溫泉小鎮。咁喺今年嘅3月18號，就10日之前咧，三鄉當地政府咧正式簽約，要將三鄉打造成為香港城，成為香港嘅跑馬地、銅鑼灣，要將三鄉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嘅一個康養宜居嘅一個城市。咁呢一次嘅萬人徒步活動都會經過三鄉嘅中山溫泉。咁中山溫泉作為中國嘅10大溫泉之一，咁係坐落於中山三鄉嘅雍默村。咁中山溫泉入邊嘅話咧，除咗可以浸溫泉，都係國賓級嘅一個酒店，仲可以飲早茶、中餐、西餐，咁同埋話咧海鮮自助餐等等。咁入邊咧，除咗好玩嘅浸溫泉啦，同埋好食嘅美食以外話咧，其實入邊嘅話咧，仲有中國大陸內地嘅第一個36洞高爾夫球場同埋話咧羅山妹山。咁呢個羅山妹山嘅話咧，其實係鄧小平先生咧係行過嘅，咁係發出咗時代最強音，叫做不走回頭路。咁如果有時間嘅街坊朋友，都可以到中山溫泉呢度了解下呢一度嘅環境同埋休閒公園。
咁呢次嘅萬人徒步都會經過三鄉嘅雍默村咁係呢入邊。咁雍默村嘅話咧，係作為鄭觀應先生嘅故居。鄭觀應話咧係中國晚清嘅重要歷史人物，咁都係稱之為中國第一個全眼睇世界嘅人。咁佢都有寫咗本書叫做《盛世藝言》，係好多國家政要都有讀過嘅。咁入邊嘅話咧，除咗有鄭觀應故居以外，咁呢條村落雍默村都係 Michael Jackson 入內地唯一一個到訪嘅村落，就係呢入度。係啦，咁如果有時間嘅街坊朋友可以過嚟雍默村呢度打卡去了解下三鄉唔同嘅一個歷史文化。係啦，咁接住落嚟，我哋跟住呢個萬人徒步嘅腳步，一齊往落睇。萬人徒步嘅路線經過雍默村同埋中山溫泉之後咧，出嚟咧就會見到一條好新嘅新路。咁呢條路叫做登賢路。咁呢個登賢路咧都係作為打通五桂山同埋三鄉嘅最後1公里。咁作為居住係御龍山片區嘅業主朋友嚟講，咁係方便咗，咁都係縮短咗由御龍山出到三鄉嘅一個中心嘅一個時間。咁呢條路線嘅話咧，都係今年2026年嘅春節之前啱啱新開通嘅，咁都係一件好事嚟㗎啦。係啦，咁講翻啦，咁係呢一個登賢路嘅側邊呢度咧，咁而家我哋可以睇到，咁呢度咧係三鄉嘅新醫院。咁呢個新醫院叫做廣州中西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中山醫院。咁呢個醫院嘅話咧，都係中山市政府重點去投資建設嘅一個新醫院。咁係按翻國內最高水準嘅3甲醫院嘅一個水準去建立嘅一個大型醫療機構。咁屆時話咧，呢個三鄉醫院都會作為中山南部鎮區嘅一個重點嘅醫療中心。咁我相信咧，隨住越嚟越多嘅香港街坊入住三鄉，咁後期呢一個3甲醫院都會有機會可以用得到我哋香港街坊嘅一個長者醫療券嘅。咁呢個話咧，我覺得係時間問題啦。好啦，咁我哋接住往落睇，睇住呢個萬人徒步嘅路線，又會去翻邊度？咁隨住萬人徒步嘅路線咧，就會經過雅居樂御龍山。雅居樂御龍山作為中山三鄉同埋五桂山接壤嘅雅居樂大型居住社區。咁呢個社區依山而建，背後住五桂山、中山溫泉同埋羅山尾山。咁都係眾多香港街坊選擇定居、退休、移居嘅一個大型社區。我都唔知點樣去形容呢個御龍山嘅環境咁呢度咧環境比較清幽，同埋話咧佢嘅空氣質素會比較高有一次打大嘅颱風天同埋落大雨嗰時咧，山上嘅野生動物都會蕩失路，會行到呢個御龍山嘅個片區。係啦，咁經過呢個御龍山片區嘅話咧，就會入到五桂山祈溪村同埋五桂山嘅翠山公路。咁翠山公路上邊嘅話咧，有呢個日仙水庫同埋呢個田心公園。咁五桂山呢條翠山路咧，係眾多中意踩單車嘅愛好者同埋呢一個家庭戶外活動田心公園嘅一個打卡點嚟嘅。係啦，咁五桂山係稱之為中山嘅綠肥咁都係中山嘅重點自然保護區。咁入邊嘅話咧，係中山市嘅飲用水嘅重要資源嚟嘅。係啦，咁經過呢個五桂山嘅話咧，就會嚟到南朗嘅呢個孫中山故居同埋中山影視城咁孫中山故居嘅話咧，係收藏住中山呢度嘅歷史文化底蘊同埋話咧，中山影視城都係個打卡點。咁終點站嘅話咧，就會去翻中山南朗嘅崖口崖口話咧係個網紅村入邊嘅話咧可以睇花海，亦都可以食到當地特色嘅煲仔飯。係啦，咁終點站咧就會抵達呢個南朗嘅崖口嘅。
係啦。咁就呢一次嘅萬人徒步嘅路線嘅話咧，就會以呢個南朗隘口會作為一個終點啊。咁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加多中山嘅生活資訊，或者係了解更加多大灣區嘅日常生活資訊嘅話咧，可以多啲關注我哋香山好房頻道。我係香山好房嘅 Kevin。咁呢期嘅萬人徒步活動咧就分享到呢一度咁如果中意我哋嘅視頻嘅話咧，可以俾個 like 我哋。好啦，咁我哋下期再見，拜拜。